我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温强丽伊来去搞我的过年啦。哪有？臭油鸡，臭油鸡，臭不拉几。麻花糖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素心汤、铁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站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卤半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thị家若thị，一定是春天，一定是报田期，一定是好天气。白灵丝一只两只，田花田行来行去，日头晒田水，田中央报恩仔的阿爸甲阿叔，亲像踮田水内行棋，头遐嘴边。车本机，车到溪仔墘，我一倒捡着一仙钱，捡着一仙钱。台北，再会喽！地流是车本机，车到溪仔墘。我一倒捡着一仙钱，地灵是车本机，车到溪仔墘。我一倒捡着一仙钱，捡着一仙钱，地灵是车本机，车到溪仔墘。我一倒捡着一仙钱，捡着一仙钱。西北台北县的灯火对台北回来，我已经莲花换新。这个时阵，
台北犹原是官馆楼台声细细，正如同李义山的诗所讲的：青楼犹原光贤，但是黄叶已经袂记哩风雨。我已经袂记哩台北市的青灯、红灯安怎照着街路。我的心已经亲像点姊姊的水，心内非常的平静。等来故乡，伫安宁的身躯边，阮感觉非常的安全。故乡伸出来温暖的手，我感觉我的伤魂已经无去啊，那亲像少年时出来，我已经莲花化身，刀斧不能伤。阿珍啊，你去穿破仔的点啊，大瓜还啊油转来。要带偌济？这支干仔搭好甜，摕1块互走。好。细汉的时，厝里无钱通牵电火，暗头啊，阮阿娘就摕钱叫阮去青破仔的店买番仔油。夜色来时，阮兜会听点一拍番仔火，风头番仔火摇来摇去。阮兜的暗时，大家食饱无代志，阮参小弟伫听恁洗碗池，有听到阮阿娘咧讲恁的代志。切啊，已经浪费啊呢，连面啊都要吐水啊！安尼过来就紧啊！10日热，10日湿，过正月日就会当挂。对啊，切啊若挂起来，就又搁准备要过年啊。是啊。一年一年在过，实在有够紧的。阮阿爹坐伫边仔食薰，一支食了，搁一支。啼家若啼，一定是春天，一定是报田期，一定是好天气。白灵丝一只、两只，田花田行来行去。日头晒田水，田中央保雅的阿爸甲阿叔，亲像踮田水内行棋，头遐嘴边，汗一点一点滴，汗一点一点滴。这款的天气，有时阵阿爸阿叔也歇困，忍无树骹。点着新乐园，一支、两支轻松来吐出大气。暗时的灯火闪烁，阮据点面床顶写字。翁诶，你看咱真啊，逐工据点面床顶写字读册，毋若影响发育，阁会伤目睭，安尼毋好呢。哪有法度？咱兜也无迄零用钱，通去甲买读册刀啊。你想看有啥物办法无啊？汤厂若想有一寡房仔无咧用，我问仔再捡几块仔转来。阮阿爸对汤厂捡房仔转来，顶一骹箱啊。完成咯，你看。箱啊！阿爸，你顶箱啊要创啥？来，看我变魔术。阮阿爸将这骹箱啊放踮面床顶，就安尼变成我的册刀啊。
啥款？哇，我有读册桌啊！我有读册桌啊！这个箱啊，有影真好势，要读册写字拢真利便。阮踮箱仔顶面做老师派的功课，时常做到3更半暝。尤其是寒人，天气足寒冷的，阮9点面床，骨甲骹拢麻去。阿母翻一个身，困精神。真啊，遐尼晚，你还毋紧困？搁剩一撮尔，写好就困啦。过一时啊，我功课写完，甲灯仔火分落花，头看对窗仔外，有看到天顶的星一粒一粒，忽然间一粒流星闪烁，流对迄边去。天家若啼，一定是春天，一定是好天气。天家的啼叫声，若亲像叫阮较紧、较紧饲牛大转头。溪仔边迄时阵，风微微，燕仔飞来飞去。阮徛踮牛骹只，吟阿公教阮的唐诗。阮厝是孤土的竹人仔厝，因为当年点番仔火，土壁熏甲乌乌去。有当时风太天，风对窗仔透入来，窗仔是洗洗甩甩；有当时落雨天，雨落伫阮兜的银钱，雨声零零隆隆，真好听。雨落伫厝后的篮花，软玉的花枝。落雨天上介好的情味，就是咱暝酒陪困，催人吟诗。出门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地多少。我决心告别台北的日子，告别台北的酒杯，所以即摆阮转来，袂使互人看衰尾，互人看袂起，或者是互人失望，互人怨叹。我会非常清醒，我会非常的理性来表示，我毋是转来食烧酒的，我毋是要转来继续台北的生活。既然台北的一切已经互我斩断。我袂使一个噩梦继续一个噩梦，一个争论继续一个争论，陪暗君金。无人知，敢若阮阿娘知影，阮已经改变，参以前一点仔都无共。阿娘，够早。真啊，恁哪会无困较晚咧？遐早都爬起来。啊，我既然都转来参庄啊，伫参庄生活，当然爱遵照参庄的规矩。参庄人肉母仔光就起床，我嘛天未光就爱来起床啊。迄是做田人，毋则着爱早早起床，去园里做事。你是业毕的读册人，遐早起来要创啥？嘿，啊早起时参庄的光景真正好呢。早早起来吸收清爽的空气，偌好咧！我房间的面床黄西，有2个窗仔门，空气好，光线好。定定，阮咧读册的时阵，风对窗仔透入来，有够凉爽。风伸手来掀我的册，
风参我有一个真好的友谊。伫故乡，伫厝邻，伫阿娘的身躯边，我真安慰。早起时，伊踮楼骹洗衫，若有人来相找，阮阿娘就讲：阿珍啊，咧读册写文章啦。安尼，朋友兄弟知影我咧无闲，就歹势来找我。伫楼顶，若听到阿娘甲人讲：伊咧写文章啦。我心肝会疼，阮阿娘知影我咧拍拼。伫阿娘的身躯边，我想足侪代志。阮阿娘是海埔人，少年时阵嫁来家里乡探仔墘。伫海埔做囡仔时，上拍拼，是海埔上贤报恩爱，海埔人拢知影。阿娘嫁来探仔墘嘛共款，田庄若咧报恩爱时，鱼家咧啼的时阵，大家都到田园拍拼。啼家若啼，一定是春天，一定是报田期，一定是好天气。这款的天气，食饭骹中央的阮甲小弟，啵一声跳落大圳来收水，嘴里唱白灵丝车粪机，车到溪仔墘。白灵丝车粪机，车到溪仔墘，我一倒捡着一仙钱，捡着一仙钱。阮阿爸打黄啊，阮阿姐踮园林牵锁啊，阮阿娘踮田水林报黄啊，一头压咧，压一步。伊的头甲腰嘛袂酸，伊对所有记号倒退报恩爱速度上紧又阁准，别人对伊袂着。汗一点一点滴，伊嘛无来叫艰苦。恁阿母实在有功夫，毋但报册爱速度上紧，别人无才调对，伊头养遐尼久，腰嘛袂酸，实在有够厉害。啊，若你参恁小弟吼，是食饭卡中的，简单会晓跳落大圳收水，哪会知影是大人的艰苦是啥物呢？虽然时间过去遐久，30冬后的现主时，阮阿姐悠然阁会来提起即款的代志，我听到会艰苦，目眶会红。阮阿娘写甘蔗嘛真熬，花生汤煲若咧叮当，阮的砖头嘛叮当。早起时我去学校读册，阮阿母去甘蔗园写蔗根。中昼时也是下晡时放学了后，阮若是找着芳，就会炸便当来甘蔗园，互阮阿母。小囝，你有去送便当来互恁阿母哦，有够乖呢。
鸟囝，今仔日较早放学哦。甘蔗园的人拢叫我鸟仔囝，因为阮后爸叫做鸟啊。我袂感觉安怎，颠倒感觉亲切。嘿啊，今仔日好好考试，较早放学。考了安怎？当然嘛，考第一名。阿真啊，真够读册呢。来，这只甘蔗互你个。多谢阿姆。真啊，读册甲因阿母写甘蔗，同款平熬，拢是第一名。真的真的，学校就无咧办写甘蔗比赛，哪有咧办？恁阿母保证摕冠军。哪有影？后这无影，阿真啊，哈？你毋知影恁老母偌够写甘蔗紧嘞，写来写去，恁老母速度上紧，别人拢对袂着。听到这款的话，阮的心肝底小可会痛疼。阮老母便当食饱了后，时常偷偷伫空空的便当盒放一罐伊写的白甘蔗。我偷偷扎转去，因为路人有报警咧看，我惊会互人收查身躯，所以脚步都爱小心，一路行一路向树边。这款的生活经验已经30多冬啊！我不时来想起，不时来目屎点点滴。已经30多冬，想起这款的代志，我家己无法度自抑。踮伫台北读大学迄几年，伫阳明山的花开鸟叫，伫花港的车风细雨，伫琴声诗韵的唱合，有当时吟诗到天光，会使讲是此地落叶，真少会去想故乡的面容。若毋是故乡咧热闹热，庙林大拜拜，大概拢伫寒暑假，才打扮一丝大学生的模样，摇摇摆摆倒转去。真啊，你对台北休困转来啊？嘿啊，咱装做少，阮后母交代爱转来一个。对啦，咱装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做少，较远嘛爱拼转来。好，大学生就是无共款。牛仔裤配白色子，真有气质呢。迄也着搁讲，踮台北读册大学生了，甲咱装卡当然嘛无共款。只是迄一年10个月做兵，万里赴洋基，飞渡关山，飞渡太平洋的波浪，伫滚滚的风山，在动荡的洋车，伫金门古城的落日楼头，时常目眶红红，看辽乐湾的海水，心内念着故乡的名字。啼家若啼，一定是春天，一定是好天气。啼家的啼叫声，若亲像叫阮较紧、较紧饲牛大转头。溪仔边迄时阵，风微微，燕仔飞来飞去，阮徛踮牛骹只，吟阿公教阮的唐诗。这是20年前的代志，话伫阮的心肝底，无法度来袂记。如今飘浪异乡，伫遥远的城市，日落黄昏时，若听见异乡鸟只咧吼，阮就来想起啼家的叫啼。做兵退伍了后，命运的锁链又搁将我参暖风湿中的台北相牵连。时常落雨，涂骹湿湿的台北，
出门爱照雨伞，早锁时的台北。天公顶不时乌阴草草的台北，青阳灯照着冷落街路的台北，不时仰头看天星的闪烁，心头无限的稀微。我不时摆回灯火暗淡的街路边，有当时踮路边摊食一碗外省仔面，想起故乡的兄弟，目屎滴落碗前。3更半暝，我时常有一款冲动，想要坐野鸡仔车，透暝拼转去故乡，家里兴探仔钱。伫安娘的身躯边，我感觉足安全。我不时来想着足侪以前的代志。可能是因为捌经过白色的恐怖，经过太侪惊慌的日子，阮老母有惊着，所以阮家的窗仔门时常关条条。这窗仔门是谁拖开的？窗仔门是我拍开的。我毋是有交代过，窗仔门袂用得拍开，哪会拢讲袂听？窗仔拍开，空气才会入来，光线嘛才会入来。光线较好，空气嘛较好。但是窗仔若拍开，风飞沙足够涌入来，真恶摒扫呢。安娘，一间厝上界价值的，就遮个窗仔。唔拍开是要等何时？唔拍开是要创啥物？同人嘛知影，买厝爱买有窗仔的，有窗仔的厝加足贵的。但是阮阿娘犹原窗仔关条条，无要互风甲空气走入来。阮着踮止止，无爱阁做啥物啊？阮会当体会伊的心情，甲伊的生活习惯。毋管安怎。较无风，较热，阮就拢吹电风。经过20外冬，阮老爸来过身，阮老母操劳有够济，伊的头毛白啊。下晡时，伊去菜市仔买菜，伫路面我看到伊的形影，有较老啊。我时常来回想阮老爸过身的时阵，甲我讲的话。你爱友好老母，那亲像一颗水桶啊，顶悬苦的2条尾啊，一条断去啊，阁剩一条，迄就是恁老母了。你着爱疼惜小弟小妹，当作老爸要猪的。长起裤裆尾仔的桶仔，还有一条，就是恁阿母。这款的意象语，踮伫我的心肝底，经过20外冬，犹原闪光，非常清楚。日落黄昏时，若听见异乡鸟只咧吼，阮就来想起啼家的叫啼，阮就想起20年前故乡的景致。啊，20年，白了阮的少年头，无情岁月的流转，毋知流转到何时。啊，阮的故乡已经无啼家的叫啼。过去的代志，就是我创作的根源。祖先的话，祖先的语言，有祖先的脚跡，
有祖先的目屎。我要来好好找找追随祖先的脚步，用台语来写诗，用台语来写作，写土地的诗，写阮老母听有，阮后生听有，阮厝边头尾拢看有的台语歌诗。捡到一仙钱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天家那题》是由黄敬莲老师原作，罗江师编剧。剧中的人物阿进、张家济演出，细汉的阿进、陈怡如演出，老母洪淑芬演出，老爸王团结演出，阿叔黄新地演出，厝边陈美云、苏映如演出，阿进黄秀金演出。念台语诗夏玉华演出，口碑罗江师演出。